神哥，对不起，其实我们出事了。第二天凌晨4点，阿夸面起床装法，他竟然到现在才发现忘记带拍摄时要穿的衬衫外套，只好再麻烦陈亚跑回台南一趟。早上起来洗脸这步骤，操你妈！我起来几个小时了。就是阿夫有跟我讲过，就是要学会原谅自己，不要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愧疚里面，你的心情会好一点。谢谢夫哥，我确实好多了。Oh, it's gonna be alright. 大家好，现在时间是10点。照理来说，我们已经拍了我们的陆地摄影，拍了6个小时了。但是现在我有传群组说跟大家道歉，对，昨天没有带靴子，今天没有带衬衫，今天一大早已经让大家失望了，我等一下就不能再让大家失望，不好意思各位，老师拍谁？很棒很棒。等一下一定要这个勇敢的给他潜下去。所以你们那个沙漠跑了？神哥，对不起，其实我们出事了。知道啊。我想说用这个镜头压你，你应该不会生气。没什么好生气的，没事啊。谢谢神哥原谅，他可能怕我等一下那个情绪太低落，那个平压不好做，这样。我觉得情绪比较辛苦。辛苦了。觉得有一失必然有一得啊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不小心麻烦了兄弟们一下，就是但是我们得到什么？我原本只睡了3个多小时，我现在睡饱了，我多睡了3个小时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等一下看我了，好不好？来一张，用力握。后面光在吸收进，还有style。阿金啊，每一样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容易，那么的没有挑战。其他光面红一下。Aquaman 新专辑精装版、平装版及系列周边正式于 Fantomet 上架贩售，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进行购买，感恩的心。